泰国的总理阿努廷将正式来提交解散国会申请，为明年初大选来铺路，讲要将这权力交还予人民。这阿努廷伫咧9月上任的时，伊就讲伊按算伫咧明年1月底要来解散国会，伫3月、4月时阵举行大选。但即马这个时间表是已经加速。 就伫咧外界认为泰国总理阿努廷有可能解散国会、提早举办大选的时，阿努廷已经正式提出解散国会的申请。12月11暗时，伊伫社群媒体表示，当咧甲权力还予人民。路透社报道，阿努廷已经甲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交出解散国会请求。若准国王有准，安尼根据泰国宪法，选举必须爱伫45天至60天内举行。 泰国政府发言人史里蓬表示，阿努廷的相关宣布是因为政府甲国会当中上大反对党人民党无共识，伫咧国会无法度推动向前。根据泰国民族报，12月初102天，国会审议宪法修正案，毋过议程受到阻碍。人民党表示会提出无信任动议，要求解散国会。 阿努廷今年9月，正做是2冬来泰国的第3位领导人。伊伫脱离执政联盟上任的时，得到人民党的支持。迄当阵，人民党是以要求政府推动宪法修正公投等等的条件当作支持的前提。人民党主席纳唐鹏12月11暗时表示，阿努廷的泰祖合党并无遵守双方协议条款。 这个时阵，泰国甲柬埔寨边境激烈冲突进入第4天，尚无20个人死亡，约200个人受伤。阿努廷初则表示，解散国会袂影响泰国伫咧边境的军事行动。冲突已经伫10外个所在爆发，其中部分地区甚至有大型的火炮攻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